到我们这边大笑，没听到的话，我们再笑一次，预备，起。好，来，你会唱吗？你先数。起又风，赞助失败。两个状况。啱嘅吧？讲到重点了，关啱。为什么加盐会昂？嘿，还没讲嘅。哎，你恰恰切的哦。大家切得口语就可能就较强啦。哦，要听这样你真的，白话文叫做炫技啊。还是我们在这边你会紧张？先过去那边好。你要我陪的话要说。好，那不用了，不用。好的意思。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感謝民主。中白票。今日你剛來到桃園也受採，不過呢有發現到來參與我們節目的人，唔單止係一家之主跟家庭主婦而已，還有某個嘅職業類別，比如發講 YouTuber， 我就問說，嘿，你的伙伴什麼時候來上節目？伙伴應該那個高低兄弟，那個很久沒錄了。我知道要退出了，退播了，因為訂閱太少。我今日要講嘅來賓已經厲害哦。我要比的話，我們這邊眉目為秀哦。你第一片攬住要農場嘅挑家用來到現場咧，真勁啊，厲害啊！好啦，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資料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資料。歡迎，大家嚟分享到係青牛鳳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。馬上來分享到風吹潛水站，佢哋用上咧係表姊妹嘅哦。來歡迎到聲演技熊玉記，歡迎。哇，大家好。看到聊到嘅명風哦，我們還是要跟流量低頭啦，哈！歡迎。好，攬出嚟一片強龍係來自台灣哈，翁立潤、戚桂蘭，掌聲歡迎。大家好。來先撈大家講，佢時沙千夫係好姊妹哦，所以好姐妹手就要下得快一點。沒有，那好姐妹最好方式就是什麼，知道嗎？有輸有贏。哎呦，因為那有得到禮物，又得到獎金，是最划算的。全部都在帶走。對，先問看馮志亮姐姐，請教一下哦，你哋落自己體驗嘛，哈，有推薦乜嘅好教、好食、好料嘅冇？比如就廚房係血盆嘅，佢嘅白冷麵咧蘿蔔漂杯，有上市我本人帶嘅麵嘅冇係落去看盤嘅哦。那我問你，你的頻道裡有介紹嗎？有啊，真嘅，所以第一發就要看人頻道。台灣嘅片哦，其實還有其他嘅，該還有小改。你第一片就農場嘅挑家牛，做那個多肉植物的 DIY， 然後仙人掌。對，是的，然後小朋友也可以坐在那裡，然後做着自己的作品，然後可以帶回家。哇，情運動盛期呢，我也是多肉植物呢。你看，是多肉動物。錯。所以你看台灣第一片哦，除了就風場啦，我還有農場，情運動盛期哦。有個國際都會，有個係一個當做的有當農村的一個好素材哦。唔過小嘅各位過後，馬上來進行第一關嘅挑戰。料理風流蛋，兩廚會用現代嘅方式結合主要食材，3點半先指定愛做嘅料理。第二之前，唔啲會知道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兩廚會因為條件中撒變到手腳來唔參謀。還有兩廚冇知道嘅食材，未為咗煮出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出乜嘅上多嘅料理呢？最挑機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啱是快輸了。有對料理風流蛋一關呢，我自己都非常期待。先來公配下今日嘅菜色係乜嘅？有沒有做菜黑胡椒牛柳？哇，你要凍好食鐵板料理。我覺得應該是換黑胡椒吧。剛剛他講，舉州蛋不去舉刀工吼，明珠應該覺得有點放下戒心了，哈哈。體累，兩百就體累。我沒有放下戒心，我是失去信心的。好了，先看下代表會排出馬單，為咱馬姐來。來站過來一點，好。好，箭頭殺條夫。哇，好，先來先，我哪一隻？你一執數。哦，兩隻哈。啊，圈地哈，到3、1、2、3。哇！哎，他的槍木掛摸手該種。我們有機會了，感應一下，你先感應一下，來可以先。等一下，你剛剛是不是有偷笑我？對，有錄到嗎？我跟你講，等一下幫你小咪。我先來執。動王會好呀。好，數到3再開。1、2、3。得。雞胗啊！係咪前邊要體累？因為你喺凍，容易會硬體咧。
我第一次看这么多集合在一起。等一下，那个森姐，你有没有听到我们这边大笑？没听到的话，我们再笑一次，预备，起。可是你做牛柳的话，太埋没人才了。说不定啊，老牛柳做的可以不好吃，可以很好吃。好了，不要想太多。忙音，你上。不公平嘛！不公平，不公平啊！来换一下，换一下，都得换好。马上来金行体育馆嘅挑战。各组都已经出口自家嘅食材咧，风吹出到家庭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而家大家就談到問風水書姐，攬住咪聽定講嘅，可能嘅前線唔填動態，講越悶越弊呵，攬住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加油！現場馬上開始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搶開始咯！好，開始走。我們這一組啊，哈，剛剛家庭有烏骨雞也在裡面，有正差嗎？烏骨雞的雞胗是什麼顏色？一樣的顏色，它全身一樣顏色，但是它的皮會有點稍微偏黑。哦，對啊，看下都在附這個雞胗上頭用飯。哪一個黑布啊？真的耶，這個很明顯。你確定它不是紅青？這個妹，要給黑烏骨雞，要亮都黑烏骨雞。哎，我就要誇獎，先畫刀。是為了增加美觀嗎？聖英姐應該很會做料理。沒有，就以前爸爸媽媽這樣子做，我們就這樣子學。哦，對，我以前切一餅一餅的樣子。像現在他這樣子的這整個現象就叫聖嬰現象。怎麼說？他會那個真的會比較漂亮啊，那個，哎呦，好黑耶！哎呦，變高了呀，不了。所以烏骨雞的個梅頭，我撈幾半蓋個梅頭，應該差不多了。雞胗是雞的哪裡？胃啊 ，V 啊。哦，真的哦。就是我們在剖開的不是很多那個，它裡面就是剖開了裡邊會塞的東西啊。哦。所以給它 V 啊，小小的，給那給個 V。但是因為它算是第一關嘛，所以跟梅頭唔會動衝啦，哈。都不像什麼雞腸啊。因為給塞的係素的料，玉米。誰這麼厲害？淑玉姐當網紅哎！現在訂閱數有多少人？我張奎是聽聽，張奎是那我們高低兄弟有2000多哦。不要講太低了，我用人講啊，我緊張。先買連敗啊哈！哎，那大部分都你下廣告了，也是花一點錢。對。所以做馬個是用為做樣片啊，用錄檔啊，哦，因為吼，我以前啲學校有教客家話吼。哦。我教暑假，他冇嘅 YouTube，他冇嘅全客家話樣片吼，聲音嚟看。好像係你哈樣嘢冇教嘅，我就想講嚟學呀 YouTube 嘅全客家話樣片，聲音平常。啊，咪講係成法行業啦，成法行業就平常人客家人咧成法做埋事情，就攞佢講客家話講出來，啊把它撲起來聽聽啊。很有心哦。你頭先係按樣做咧？要而且酸湯。對。哦。啊，都人家都整這批料誒。好。哎，炒料。有一個關鍵。你要先不要加油哦，先別炒過。哦，加油了。好的哦。聲音。你剛大家會有聽不清楚，莫加油哦，加油哦。加油。好加油哦。加落去。哇，哎呦，你看見到馬上舉牌了。有冇人加？哎呀，加到哪一部分啊？因為你們抽到木瓜。係，素聽素藝。好，先講我叫哪隻部分啊？叫木瓜部分。哦，好，來，你會跳嗎？你聽數。起油房。哦，你懂的，你懂的。聽素藝。你戰術失敗。你有興做嘛？咁那先來講，有吧？不是好講嘛？你係乜㗎？油膏。啊，你係乜㗎？他說香油。香油係啊。哦，好，你要油喲。好咯，雞絲可以嗎？我個還蠻少呢。蠻少，等下。好。給5秒鐘。好。雞絲，開始。好，小鳥。黑胡椒粒油哦，我先炒過。黑胡椒粒記得哦，乾炒。可是佢炒嘅時間要啊，你做咩火重台？哦，細炒出咗幾下辣。哦，有啊，混戰呢。哦，或者時間冇奶油吼，冇奶油用沙拉油啊，你要煸下去，
草本去香吼。哦，该炝木瓜的部分要慢处理嘞。切细。切细啊哈。那怎么保持它脆度嘞？烹调的顺序要盐巴先抓吗？不用，好，不用哈。好，炒香的要要时间咱卤油哦。加落去炒熟嘞哈。因为俩黑胡椒你有安炒高球又要做蝙蝠哦，不好掌控哦。哇，这样。黑胡椒酱简易版的啊，那复杂版的嘞？复杂版同个骨类比，西洋芹熬高汤啊。太复杂，那我们用简单的，用简单的就好了。阿俩红黄椒直接切小丁就好了。小丁了，好。时间到，请停手。该下就讲吼，所以炝木瓜的切细，该下嘅蜂椒的切长。姐姐啦，姐姐啦，好，姐姐啦。 OK， 谢谢。好，莫炒长球哦，没的哈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下给我兜转来哈。好，记得切丝哦。好。黑胡椒粒有炒吗？ 姐姐炒了，我摸摸看。炒了要在里面呢。一摸烧哦，又笑笑。那炒了不用在里面吗？姐姐，等一下，我们有厨师帮我，你有需要吗？哦，甜修吗？来，举哎呦，厨师帮我。哦，我先来。你啦。哦，来。那个先拿过来。你刚才摸人家胃哦？摸了，我咩看又硬摸了，系啊。我来继续开始。盐冇酱多。硬的。讲到重点了，不硬。为什么加盐会硬？还没讲诶，哎，你恰切的哈。这炒伊就可能就较强啦。哦，这样你真的，白话文就叫做炫技啊。哦，摸了吗？用的吗？我炒多。有了先煸香哈，炒本应用哦，糖用掉哈，本个甲洋葱的香味走出来。等下了好的时啊，酱油膏嘛，酱油膏，哦，了香油最后哦，1、2、3，哦了。这要怎么加？他们等下不用水一下哈。哦。 所以了胡椒粒哈，胡椒粒真的是扣椒，胡椒粒哈，不跟炒香一样的意思哈。可是刚刚不是炒过了，会不会炒太久？因为它这个已经炒过了，已经炒好了。要做顺序。姜，这边麻调一下水。好 ，OK。哦，有辣味哦。好，倒出。啊！4、3、2、1，好，时间到。 好，你应该知道这个要加少，不然会变成蚵仔煎吧？哦，对，少一点。有香面的，有香面哈。顺序该好就记得哈。记得量哦，不要太多，也不要太少。如果有成功哦，这一关有赢哦，给你再打一次频道广告。好像可以再多一点点。因为麸料一本是某母鱼嘛，所以咸度还是偶尔出来。麻油，哎，刚好就加米酒哦。要慢一点。没有啊，有加米酒吗？鸡胗有去腥味吗？要。我佢改无一定有去腥的，因为佢哋个传统的时节，佢不用加姜嘛，然后清风。这个要弄一点水吧。好啦，我们这边火荡了啦。哦，过来看一下啦。火荡了哈，好。小火一点。哇，我做得咯。好漂亮哦。 哎，今天就用个黑胡椒酱呢，木瓜细切到暗红吼，黑我上的时间一定很常吃。去加油中，农村地方都这种，哦，该不会是有机的吧？从凉拌呐都得生，就懂咱们泰式那种凉拌，嘿，通常会怎么处理它哈豆？猪头，嘿，排骨头，亚飞，跟梅子腌制。哇，李允记，你是不是客家人？不是客家人。 可是你客家话很厉害耶！俺有好客家话，去考给认证哦，初级 and 那个 and 中级，所以斜杠人生啊！嘿呀，这香蕉又尬嘞哈！哎，等一下，哇，赞哦！一老跟烟粉吼，去到个体力吼，电都变做人家优势。对啊，而且给老木瓜切冻好。
哎呀，有没有发现它很像姜丝？哎，又强。对，然后纯细没动强啊。木瓜应该有它自己的酵素啦，哈。哦对，而且它会有个甜味，对，清甜味。所以你係要加埋個調味嗎？冇，是醬油膏甜。醬油膏一點點那個調油。調油。哦，好好好。好，那我們就來去倒數嘍。好，加油。把香油過來。煙草馬上開始動身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試試看那鐵管地度，乃唔開料理較慘掉呢？公司吃法哦，黑胡椒料理它赶紧开手做，所以这时候就考验两个厨艺都但还没有到位。现在吃吃看那风吹耶，炒呀个给情。其实我穷死也是动好是鸡胗呢。对，我是鸡胗小王子，我吃款。做对咯，因为吼鸡胗最讲究个露体。我見摸露體之外，嘅副料嘅梅同埋凍葉梅哦。胡椒粉呢有炒到，多少懂調，我覺得這是一個關鍵。雞胗還是一樣 QQ 的哦。真勁好食，怎麼講應該會黑埋幾個雞胗小王子？窮成眼咩哦，大白賣雞胗轉來時間咯，都是10斤起跳的呢。哇，很多哦，好多雞的味就這樣子。好啦，不過炝木瓜吼，熱天咪凍好食，日日都吃款。那鐵一白雪炝木瓜嘅黑胡椒呢？甜甜，好吃耶！一般來講啊，木瓜西開頭會走那種泰式口味，用黑胡椒話還是有懂茶飯呢，可以很下飯。真叫按摩一下，主料呢啲吼，加下撈嘅炝木瓜嘅時間吼，做到凍好，睇睇冇軟軟啊，所以講基本軟踢。韓國吼，真經感謝一下師傅，將嘅副料炒到凍用。這邊的味道真的是一絕呢，真的好吃，都帶用飯來拼飯呢，給了款師傅哦。現在請阿志龍師傅搶步輔助，三歲的飯，恭喜！好，大家來看一下阿峰哥搶步輔助，漂亮的三歲的飯，志龍師傅搶公平。因為你用吹啊，廚到嘅食材都唔係指定食材，本來就較冇按好處理啦哈。我想講風水那邊好咧，但風水那邊有較大數些嘅雞肉，像又噴又泡啊。像噴咧有冇其實冇清熟啊。啊，像泡嘅有冇有較硬一些。其實我哋都在炒呀，它讓都下水嘛。我哋會切豆泡噶。你會勾一下水呀，勾油當中的，不能讓它受熱跳起。啊，鴉片呢，木瓜絲全部切到當均勻啦，所以每大口感都不會到處好食。啊，所以我現在冷吹鴉片，謝謝。好，換阿峰哥來講拼。因為本家難對啊，去上拍凍簡單，我係拼個黑胡椒醬。個黑胡椒醬嘅梅頭是正炒涼拌麵啊，呢個洋蔥叫煮下調一點嘅，本地個洋蔥炒過嘅甜味，能夠釋放出來，綜合了黑胡椒粒嘅梅頭，所以食起來又甜甜的，個洋蔥嘅梅頭。那麼本家紅隊去上拍凍簡單，佢個洋蔥嘅梅頭一般，你水中下去，你能夠愛本去煮本佢個洋蔥嘅梅頭能夠釋放出來。其實會綜合啲嘅立土到該全部嘅梅頭咧，是正餐嘅原因啦，兩片都表現凍好，是冇？好啦，唔怕，等下你給我加油哈。不過呢，因為志龍師傅輕油後韻哦，剛剛出到就是主食材，來看一下一個黑胡椒牛柳用嘅來料理。志龍師傅呢來表現正統嘅所謂黑胡椒牛柳，到底用來做呢？食出來就就是呢個料嘅功用啦，主要就用牛肉安尼啦哈。好，好好哦。要先處理牛肉要先滷過，要先醃過。那你要用黑胡椒醃嗎？用黑胡椒醃的話，打起高油的話，佢貴炸油會糊起來。哦。打爽。像你一套出牛柳啊，佢就特別用牛的哪隻脯會較好嗎？一般都用牛里脊較多啦。那你切有要順紋逆紋？逆紋，但是佢已經切好啊，就留佢筋嘛，筋先可以。我用一般已看逆紋、順紋，像咁安尼，咁安尼嘅原本哈，原本牛肉係上安尼嘛，因為安尼切嘛，好嘛？咁安尼就會順的。順。我安尼切。
才会变逆纹，就会变暗。記住溫度就看到。啊，要有溫度。有。它原本是橫的嘛。你順紋切的吧，就會強硬。係。煮到一幾隻雞肉熟起，啊，佢按炒嘛。係啊。那個緊按炒，你就會硬，所以你就要逆紋切。逆紋 ，OK。當會嫩。好。然後就切成條哈。哦，我凍好學倆頭菜哦，大白係那種快炒店啊，一聽我點那種還有蔥爆的那種的，對不對？蔥爆牛肉，蔥爆牛肉一般是切片。怎麼個會有正差？切片的話，炒起來口感然後要牛柳的口感冇共用，牛柳就其實就切差不多，像小拇指安尼，太肥安尼。這些都不要哦，我切，你要不要帶回去啊？對我很好呢，這個可以做其他料理啊，例如可以做。例如可以把它卤一卤，然後把它切做涼拌，做麻辣的。你還沒做得做該像俺這題目卡底下做啊燉牛腩有啊，沒做得牛腩煲可以。哦，牛肉麵。牛肉麵，但是係大家手到扭扭的樣辦處理。我會大粒卵，然後嘅牛咔咔啊。然後醃牛肉啊，全對會醃。用一些鹽，有一點米酒。對，給你摸卵哦，用個啥？有卵啊？哦，有哦。卵。一些鹽哈，鹽冇調到哈。冇調到，會硬係的。講到重點呢，會硬。為什麼加鹽會硬嘅？啊，沒講誒。傳下來的。我就知道這個難說啊。醬油啊，嗰一些調油哈，一些些就會比如香味，但係高油加會有香味啊。做唔得用調油膏去調。調油膏喺底下練黑胡椒醬嘅，泡了用調油。嗰一些卵冇全部落哈，這一系列就會哈。哦，對，也是全蛋嘛。全蛋是可以啊，有的人用蛋黃，有人用蛋白，有全蛋。其實我覺得冇炒這樣做啦。哦，因為看量啦。哦，做乜嘅唔食肉多啊？這樣會打上天呢？沒有燙到嗰份嘅卵，你高油一樣嘅卵，像我跌出來咁樣意思啊。唔會食落去，將落去就將安尼煎呢。我要去切了唄。哦，專業。對啊，簡直聲音現象呢。調味比特別嚴密啦，但我加下後背度。我一開始全部加落去返去，它吃一點料，生活不均勻，食唔落去啊。再靜置一下，等下熬高油嘅時間，我不用油。哦，而家便宜本係嗎？看不出來嗎？沒有，有可能又相信準備其他的款啊。哦，沒有啊，全部共用啊，做唔得講，做嘅老嘅做冇共用啊。你做乜嘅無有練過？兩有練過啦。哦，像哈。好啦，因為人口又少。那做滿種啊，唔可以切一段一段切腰咯。一係我等下爆香料誒，我炒黑胡椒醬嘅料誒，我嚟拌兩片。好。你切呢哈？切得炒一條，可能就較香啦。白話文就叫做炫技啊。蒜頭，蒜頭，甜嗎？我愛爆香嘅哈。我可以請方哥幫我炒一下黑胡椒嗎？哦，你要廚師幫幫我啊！廚師幫我。炒嘅步驟，老改下強用哈，就是乾炒嘛。乾炒還是要加油？乾炒。現在可以放嗎？可以。走電哈，可以。不用了。不要敷嗎？你不用。像這種自己做的黑胡椒醬啊，因為顆粒太細就正差嗎？沒有，它有分粗的跟細的，還有一個圓粒的。哦。對，所以是一般的話，視為加兩種誒，炒醋誒，黑胡椒粒。太香啦。入面迄切到油油誒。中央啊，我來切兩種。哦。也係我知啊，練黑胡椒醬誒。大家有看到嗎？佢喺拌咗兩片哦，有豆皮嘅油油嘅，喺我來老夫就有用它炒，煮嘅黑胡椒醬。黑胡椒醬。好，那邊上炒牛肉的。要片嘅蔥條，咪去切斷開啦，沒有斷掉的話，很像那種北京烤鴨的那種附給你。佢炒過去後，我有啲變色呢。會變顏色比較乾燥啦。哦。炒一嚿一香。香味出來，有，講來吼，炒嘅叫嘅辣吼。佢炒嘅黑胡椒粒要熱炒叫為人辣。哦，會哦，咁你取隻冰油哦，一炒上叫會腐啊。哦，會香辣啊。你還有做乜㗎？我爆香哈。哦，好。
其實大家介下都冇聽到阿兩個落去停手吼，你講打送哦，佢咁厲害呢？係啊，動力哦真緊呢。呀，而且落去，紅挑咯，蒜挑。現在是要炒醬的部分。我練醬。原來要先炒出醬誒。要先炒比香來啦，開始呀洋蔥唔使麻煩，你可以落去炒，但是我想要比口感較細嚟切。好，可以呀落啦。哦，黑胡椒，剛才有炒過嘅，所以唔是再炒嘅哈，就安尼。越添啦哈。其實油冇按多呢。油唔是按多哈，安尼就有香味哈。我打噴嚏了。打噴嚏哈，有鼻竇嘞，Q 到嘞。是，哎呀，老改跟莲藕都有用到。那莲蓬头呢？莲蓬头那会水神用哎。还是我们在这边你会紧张？先过去那边好。你要我陪的话要说。好，那不用了，不用。好的意思。師傅下做地先炒起來嘛。做得，將來就點風做嘅話，全部都煮一包一包嘅，不用冷凍，要幾多拿去。就算冷起嚟，佢還冇香哦。出來以後再炒比香嚟就會啊。唔多傳統特用醬料，你冇先注意來，唔會來唔一般啊，就做不用冷凍嘛。你咪做用從個地從個咖喱塊嘛，嘿，變好意思。沒做得，對，還原時變到很炒嘅該黑胡椒醬誒。不用一些糖哈，用湯哦，綜合吧，一點點就好。綜合啊，油膏。油膏基本上咪就有甜甜的，有下，和一些水，等佢煮一下哈，一片來西瓜，高油哈，熱鍋冷油哈，不過了燒一下，油，冷嘅，唔可以燒嘅油落去哈，所以個高油就會比較滑嫩。哦。油咪這樣燒哈，就是像我們在油泡東西一樣，就慢慢給它熟，它才會嫩。對，其實我們牛啦哈，油皮係牛你要種牛哈。過油啊，下去過個油。哦，過油。來，像牛肉這個顏色有變就好哈。漂亮。我們這樣落哈，差唔多變色，差唔多一下就好啊。其實牛肉等嘅嗰種水蜂色嘅水啲係最嫩嘅。像這樣子就可以了。哦。哇，那邊醬料沒我好哎哈，那邊要給一些水，給謝謝。可是這裡呢，就會看到師傅剛剛有拿洋蔥煮出味道，但我記得有一組師傅有評說，太蔥條冇煮出味道，就是就是這一步，這個下去，就是叫炒過洋蔥油嘛，炒過以後本佢加煮醬汁嘅味道，他們能夠釋放出來嘅洋蔥嘅本身嘅香味，香味哈，啊，基本要帶鐵板落去嗎？我基本冇帶鐵板，應該冇想到我會煮到嘢。哦，呀，蔥嘅前頭會當邊係啊，因為蔥嘅會講，今日冇偏香，加嘅蔥白就偏香，所以一食水就唔會凍死，啊，前頭會香油量係。做得冇一加香油嘛？做得，佢用奶油沒做得。哦，奶油也可以。哦，所以行白大家看到兩套菜時間咯，哇，那個電磁爐沒加口咧，沒做得做出台菜。來，步驟其實很細耶。裡面嘅黑胡椒牛柳。牛就放飛咯。黑胡椒牛柳，刚才观众朋友们有看清楚吗？里面有很多的细节，包括牛前不会先卤啊等等的步骤。不过我们先来吃吃看，都带还没正经好吃哦。来品尝困难喽。哦，好嫩哦，牛柳的正经懂嫩。两位姐姐，都有发现到，这不会很辣了吧？不会的，不会太辣了哈。因为刚才前面在吃的时候，他一直跟我说好辣，好辣，好辣。這個剛好哈，如果自己葱嘅啊，炒安椒含呢切切呢哈。你一套菜好厲害所在喺度，該副料嘅香味哦，要保持不過辣度吼，因為要加湯，所以綜合起來咧，非常好食。跟牛肉哦，哎呀，嫩嫩呢，嫩嫩呢。師傅哈做嘅就冇咁樣嘿。
一大摆去个快炒店的时节看，啊，芋头跟铁板牛柳牛本买到很贵。哎，现在看完就看这个工序啊，真的值得。值得。哎呀，去甲梅头整个炒到冻吼，酱汁的部分就要切末落去，分解煮解洋葱的甜味出来吼，啊是到梅吼又有干拥有的自然跟甜味又散发出来，不会抢味道。我们一致的认为，就是讲给迪度呢广西懂得啦，需要大家回放来看。各位司机去走，张边走娘不开后料理，你给我风吹，两位姐姐。那加油喽！哦，头前冇得到分数哦，加油！最杯面馆飙起来咯！哦，马上来进行最杯面馆嘅挑战。做下国家料，庆祝日出料理，大家都会注目庆祝嘅料理方式。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度，发挥自家嘅好手艺，完成具天嘅菜色。到底两嘴会掉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一家之主等于庆下国家料咯。把这么多公小事件就抖了哦，给大家猜一下脑筋急转弯。可以不要吗？你刚抖得很中意梗。可以不要吗？好了，哎，这个李白的粉丝啊，有运动马干地吗？有运地吗？李白的粉丝，李白的粉丝，哎呀，冬粉，美啦，太白粉哦，因为李白字太白，哦，这时候可以来点笑声了吧？哇，今天抬高有一种。冻粉会做变法，没错。今日呢，你嘅料理题目就係冻粉料理。先看下風吹，菜名係乜嘅？藕斷絲連，藕斷絲連，就跟張伯謙跟他前女友一樣。对，是前好几段，你知道嗎？對，做連尿哦。哦，好，但是因為前輩冇得到粉書，最後面一碗真要加油啦！加油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很适合我的一道菜。哦，攬出嚟一片我们係愛凍好嘅土菜哦，到底會做乜嘅咧？菜名按到鮮蝦粉絲堡，鮮蝦粉絲堡，我是鮮蝦粉絲堡的粉絲。哦，等一下最尾一關嘅哦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水，馬上來倒算。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我在會洗哦。不過說真的，伯謙，你有什麼不吃的嗎？給我點時間想想。好。什麼呢？不吃虧啊！不吃虧。你沒吃過虧啊？吃苦可以啦，吃虧但不吃虧也可以啊，吃虧就是佔便宜啊。他沒有認為。我不佔便宜的。不認為。佔便宜的。他不認為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跟藕斷絲連係啊。哎呀。前通過係嘛？通過，我哋管迄個。哦，一下就好係嘛？你都要改練尿，怎麼改先種起來？然後攞打包哦。然後攞幾種嘅檸檬汁，但我要呢個順咬。哦，要攞幾做一些像狼盤那的，嘿，錯。哦，讚呢。請問一下，藕斷絲連都帶黑有乜個故事？而且它是什麼樣料理呢？哦，以前我妹親好煮啊冬粉，一般人都炒肉天，叫炒冬粉，按家冬粉呢。没有甜席咩，就像藕斷絲啊，蓮子不用落去就絲連啊。哦，我們還把這個蓮藕呢，你看蓮影、那個字，老改跟蓮藕都有用到，所以這個用得很實。像剛剛這個姐姐講，就是那種母愛的感覺，媽媽老成呢用咗係窮下誒。對。該蓮藕係有燙過的嗎？蒸過吧，用脆的哈。該蓮子沒黑嗎？哎，蒸過。那蓮蓬頭呢？蓮蓬頭那都誰神用啊！天哪，我覺得我已經可以感覺到要做脆味凍好食嘞。而且一般來講，這樣配料是炒米粉。係啊，炒米粉的料。他們是炒冬粉。從鐵配的，落去炒嘞哈。你怎麼猶豫了，聖英姐？因為這是魷魚啊。我比比薄薄個哈，有水個比比薄薄個哈。呀，魷魚哦，黃切的，黃嘅，我猶豫了。安尼食了看唔會講口感咧，我硬啦。哦，好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下給我倒落來，然後。好。哇，來，海陸大餐。哇，好澎湃哦。他講硬太渣個。係呀。我覺得桂蘭姐她太會去藏泥了，她就一個洞進去，整條拉出來。來，大家看她第二個。來。下一個，給大家表現當我一張。這已經給我拉出來了。示範一下，這樣子就把它可以挑出來。哦。但是我已經把它挑出來了，這樣子。哦，所以它有分第幾節就對了。第3節係嗎？第3節吧。第1節。啊，第2跟第3嘛，哈。好厲害！來，第2出菜有乜個故事嗎？
阿婆啊、阿妹啊，自家底部下有要种嘅葱的啊，要种这香菜、冬粉呢，在家里面几乎都会有准备嘅，就像嘅面条、香用、长辈还有生意呢都得食。嘿，快速这样子。这样按挪一下，记得我们系用 any 准备嘅油哦。你用乜嘅油？猪油，猪油，嘿，猪油，自家炼嘅，自家做嘅。嘿，哦，先别用。龟兰鸡要开始大显身手了。你这个蒜头很多哦。这道菜好像不多意思。这就上这么多。对呀。哇。哎，很贴心哎，给头先剪开来嘞哈。对。这个时候老给安有咸东西炒一把，等下要捞起来吗？要。先让它味道进去，对不对？它香。俺们就看过，就这种因系捞头先剪下去，那对，熬高汤比较费时间。那我们其他的料都备好了吗？啊，其他的料好了，好了。最后，所以你那一碗是什么？红那个腊豆瓣。哦，那雨天哦呀。还是我们在这边你会紧张？那我们去那边看好不好？我们先过去那边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我有跳紧张哎。你要我陪的话要说。那不用了，不用。好的意思。哦，等一下走转来。哇！哎，这个我还真的冇试过哎。哎呀，你可以用炒米粉。要用个炒米粉。韩版演的料可是有放狼版的莲藕哦，跟莲子跟冬粉。这个昨天我觉得你一个人可以吃整锅。哎，确定吗？分享吗？不确定，我非常确定是骗你的。让它加柠檬汁下去，变有点泰式，料又加东捧拍，对，一点点不够啦，要一碗，要续拍。你不用跟酸头葱哎，Loki 完全不手软，现在吸饱了它的酱汁，好好吃。这道菜算是妈妈的创意喽。对。玻璃锤等下有放下落去炒哦。炒米粉的翻版啊。对了，对。我觉得很像蚂蚁上树。对对对。所以那个莲藕是摆盘的呀。摆盘。哦，摆盘的呀。你佛不可以没佛吗？没关系，我给他那个，我给他吸汤汁。哦呦哦。客家人。哎呀，不要粉，不要粉。哎呀，不要粉，我们都拿来当粉扑用的。该佛会通常都黏搭。够对。所以你等下要酱汁。就给他吸水。哦。吸这个。啊，这应该它不用通诶，黑马该鱼是。加味道啊，提味。所以就唔会只有四下。然后该下就先同步嘞哈。对。这时候要关火吗？不是，要注意找水找哦。虽然是吸完水是差不多好嘞哦。这真的是蚂蚁上树。哎呀，蚂蚁上树吧，最主要是也该酱汁啊。它就该炼药吗？来，我们先过去了。好了，该片。哇，豆腐掉！哇！我看到什么？还有看到。哎，还好我们有过来呀，莫自己管它倒胡椒香。哎，你还只是今天蚂蚁上树哎，点豆瓣酱，这个汤汁就有够了。哎呀，蚂蚁上树可以喝汤了。蚂蚁打起嚼的就差不多。哎呀，还用早就腌味啦哦。就要嚼啦。伊加一片的冬粉冇汤过，加一片的冬粉有汤过。再短一点吗？水甜啊，应该是浸浪水同吗？口感问题啊。它的酱汁的味道。哦。水滚嘞。水滚嘞。不用嘞。所以加下梅头底部都除了头瓣酱，它就干嘛改啊？头油。烘美酒哈。哦，还有超多胡椒粉。这就它很快就吸饱满啦。对，等下水母外边燥哎哟。带一些的水水。哦，好的时节下降上落去哈。差不多滚熟嘞呢。哦，差不多会结球。其实我哋讲看个冬粉有人拉起来看会透明这样子做差不多好嘞，因为一节一节是差不多好嘞。因为等到我血时节，它还会再吸一下嘛。对。哇，这个昨天我觉得你一个人可以吃整锅。确定吗？确定分享吗？不确定，我非常确定是骗你的。好了，现在抖酸哦。好。先从马松可是都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吃看呐，也最半暝一关咯。冬粉料理哪一组较针对嘞？
凤梨呢真的是很棒，美味之外，而且呢还是减肥圣品哦。参加了吃看哪里风吹这个藕断丝连，哇，好不好喊掉一层？越听我现实的莲尿，牛排应搞，因为莲尿切冻好食啦。甜甜的。果然加檸檬之後，一梅糖下出來。我觉得它这很有异国风味。虽然讲标题的料很客家，可是因为它加柠檬汁下去，它就变得有点泰式。我觉得很清爽。对啊，很有干皮呢。对，很清爽，而且酸还蛮开胃的。因为加了柠檬汁拢一样呢。料又加东澎拍。对，一点点不够啦，都一碗要续拍。我这个脸子面甜甜。真正去用浪盘哦，加莲尿吼，本身是冻好食，帮加好冻粉强下去咯。吃到电抖冻厉害，会让人家想到那些恋爱的感觉。雷梦，哎呀，以后让观众朋友分享你黑白那种藕断丝连的感情吗？没呢。那桂兰姐，你有藕断丝连的感情吗？没嘞。你起到两头成用饭。个莲藕哈，这样酸酸的，挺好吃。那真正唔识食过用柠檬整嘅嗰種蓮藕凍好食。不過，你強下來做粉絲堡的粉絲咯，夾佢嚟試看。跟哈貢安排渣。哇，这个真的有吸到料嘞，吸到改个酱汁。哇，有发现我私心自己装最大碗哦。好入味哦。有没有安好食的？条件啊，伊不用给酸条、葱哎，落去完全不手软。现在吸饱了它的酱汁，好好吃。它有够辣，有楼退班中啦。呀，总会烂啊，无家己哦，他家己的四川。坚持这就对了，对，因为我们要坚持，我们是最好的，好不好？我只有一个要求啦，就是等一下哈，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哈，剩下的全部不能打爆专辑。好啊，可以吗 ？OK， 谁敢跟我抢哈？我真的，我觉得桂兰姐有慢走在绕两头聊力走的动吼，真叫按挪一下。哎呀，你煮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到8三音对几来讲吼，小蛋糕一片呐。一本来吼，日本的虚节全部会煮几道菜诶，10个人，这个太谦虚了。俺他讲哦，去打败盘足的虚节咯，全部会欠狼杀玉上呢。冇啦，冇咁多啦。我真紧好事哈，从食了头锤以后吼，所有人全部变做给两晒阿姐嘅粉丝咯，都在师傅应用版的评分呢，也给了看哦。紧张的时间马上就到诶，资料师傅抢本分数。好，恭喜一份。你下半阿峰哥全部分数，蓝水晶分嘞。好，质量够唱公平。我先讲蓝水那边哦，我无选蓝水的原因是，因为粉丝堡跟下工的熟成度估了当好，但是呢，烧到一只炸锅的小米，我不能做广东菜，所以我吃到烧一只米丝。也粉丝堡的原有传统的小米就是烧一米啊。风水那边呢，我吃到命个咩安排当初吼，真正也很贴切。过再来呢，这个 Q 米呢又酸又甜，真有恋爱的滋味。再来它的冬粉的 Q 感，真然有互动。所以那边的 Q 感比那边有，冬粉的 Q 感有较好、较 Q 一些的。所以我现在风水。那其实有那种广东的味道嘞？應該講客家菜算廣東菜啦，廣東菜係南洋菜合鄉下嘅嘛，其中一樣就係東江菜，東江菜就係客家菜。好，其實就炸上面下講嘅冇炸，你點嘅話要切冇拉擦，冇嗰種下講嘅留嘅油產生的香氣啦，有人係講人嘅想法。嗰再來我就做粉絲飯，我就去標一隻很多鱉魚酥啊，那個五兔嘅咩都得，唔係講一聽我。鱉魚酥五兔味啦，下講裡面都在，就講海味冇按重啦，所以當我現在風水按。好，唔怕啦，唔怕。我能給景景好，比較喜歡那種藕斷絲連的感覺啦。我阿峰哥都公平。好，其實吼，冇本家風水啊，佢想法仲簡單，應該凍粉啊，你含擺做咧浸凍水，就會浸到咧。浸粉佢按個轉去炒嘅時陣，佢就會出解梅糖。哦。還有點啊，你解藕斷絲連加蓮藕油啊。唔好單是用加檸檬汁落去，你要用湯落去，湯可能摸下多，吃到係酸嘅，哦，吃到下加蓮藕梅糖下摸出來啦，
是正常的用品吼，难对啊去想办法动加粉丝保做动哦，跟每头都主动的。嘿，当然讲，像个自动师傅讲的，应该摸个油香味，其实伫波卡撞就蛮撞的啊。全部好的时间，该冲把水尾表。 水尾表送的时间，伊话热油190度，让到该虾的、该蛋味、该葱的味道是会出来，该香味会出来。嘿，是正常的问题。哦，对吗？好，成绩已经出来耶，艾莉马上出来颁奖喽！耶！好，皆大欢喜。虽然讲两组呢有天一秒有天一秒，不过呢你没有留礼物，含加加彩金送门台去加咧。蓝水得到3分，红水得到1分，先来恭喜蓝水喽！哇哇哇！蓝水3000块的加彩金，恭喜！新蒙太卡。来，我们红队得到的黑亚嘅CC金 Q 嘅盔甲不锈钢道具组，耶！好漂亮的哦，一片蓝色玉子烧锅，耶！再自己分啊哈，来这一半啊。哎呀，刚刚开窗的徐姐就小改讲，去洗晒的好朋友啊，就要问一句，下手为什么要这么重？忍让了。哎呀，分享一下今日参加的感想好咧。东欢喜，今杯做的分享我自家啲武侠嘅料理，咪做的好多嘅師傅教我嘅料理。哇，都排泄咯。桂蘭姐，係咪要都有熟食啊？有排要參加過嗬？有嘢有哈，做得好師傅煮菜哈，有獎金好拿。獎金，你要充氣啊？係啊。一定會來。對，天二百攞4000哦，就想過哦，還未讓哦。Q 也冇讓，5分。所以你要拜算係血池啦哈。哦，恭喜桂蘭馬仔。新蒙。好，3號來堂這個聖嬰節呢，來個天2拜啊哈，老太陽分享要拜參與嘅心得，天2拜嘍。要拜蠻容易的啦，讓他們啦，對啊，還要把它再加油啊，那得體面。非常有志氣，讓給他們。哎呀，因為他們還要請客。對。淑玉姐要拜參與嘅心得，老太陽講一下。最重要係捱學到嘅美薯魯菜，捱美唔係煮安樣嘅薯魯菜。不過嘅薯魯菜就全是都捱入嘢，還有捱看到有個人捱感恩冇獎金，有個係下拉好。他剛才看到的時候眼睛就打開，可是你們倆要協調哦。大家用下拿銀包啊！好寂寞耶啦，後方發再買就有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恭喜！好，兩組呢，要拜參與影團4姐妹 Q 下來參加綜藝系列一個節目，發現到平常時雖然跟太巧不會一起聚會啊分享，可是還不知道原來家裡面有這種傳承安樣的料理，家庭節目就做得來了解咧。所以盡經非常分享所有台灣嘅好姊妹朋友吼，來到呢個節目檔吼，一起互相增加情感啦吼，歡迎大家共下來報名參加哦。一家之主等等你共下來都要到 V 分享姊妹嘅好料理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